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，爱每一个人。耶稣爱不爱小朋友呀？小朋友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要用这首诗歌知道耶稣爱我们，如今到永远，永不改变。哈利路亚。我们首先用台语来唱，来。耶稣听我，我在你，因为你在你心境，谁爱你嘛？虽然流，耶稣为救，有天下我，举起咱的双手，想起主耶稣怎样请咱对细汉到大，主耶稣听我，听我。大家请坐。